放洗斯丁教堂嘅白煙漸漸冒出。神聖嘅時刻到咗，一位新任嘅教宗誕生咗。今次仲係破天荒史上第一位美國人教宗梁14世。佢嘅上位唔單止打破咗歐洲壟斷教宗寶座嘅傳統，仲被外界稱為拉丁美洲版嘅方濟各。究竟呢位芝加哥出世、秘魯長大嘅神父，點解可以喺短短2日，仲要係爆冷當選？佢嘅名號梁，究竟又暗藏咗啲咩社會使命？今日阿渣就帶你哋去深挖呢位教宗嘅3大秘密。梁14世本名 Robert Pefros， 1955年喺芝加哥出世。佢細個已經係學霸，大學讀數學仲攞獎畢業，但27歲突然之間決定做神父。呢種行為基本上唔係我哋由細到大培養嘅思維。更加癲嘅係1985年，佢竟然放棄美國舒適嘅生活，走咗去秘魯最窮嘅丘魯卡納斯教區傳教，一留低就已經20年。嗰度連基本嘅自來水都冇，但佢竟然仲願意花空時間讀埋教會法學博士，後來更加升任為主教，仲攞埋秘魯國籍。當地人話佢成日赤腳行入貧民窟，同啲街童踢波，完全冇高層架子。難怪方濟各2013年一上任就提拔佢做主教部部長，擺明就係要培育接班人啦。言歸正傳，點解佢會改名做梁14世？呢個名足斷咗122年，係整整1個世紀有多。上個用梁嘅教宗係1878年嘅梁13世，佢當年寫咗份轟動全球嘅紳士通諭，狂軍資本家剝削工人，仲支持工會爭取8小時工作制，被稱為社會正義教宗。梵蒂岡發言人就話，梁14世揀呢個名就係要繼承呢種為弱勢出頭嘅精神。佢第一次演講仲特登用西班牙文多謝秘魯嘅教友，完全唔提美國，擺明就要同特朗普嘅排外政策割席。事實上，梁14世不滿特朗普政府一早已經係有跡可尋嘅啦。咁佢自己個人呢，亦都經常喺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對政治啊、社會等等議題嘅睇法啦。咁上個月呢，更加係轉發咗一篇呢係批評特朗普政府驅逐非法移民嘅貼文咯。咁2月嗰陣呢，亦都轉發咗一篇呢係批評美國副總統曼斯有關呢移民政策觀點嘅文章。咁所以外界呢都非常之關注佢今次上任呢個教宗會唔會再繼續就一啲敏感議題發聲嘅。例如我哋可以睇下呢一篇2月佢發文批評曼斯嘅貼文啦。咁嗰度係咁寫嘅 ：JD Vance is wrong. Jesus doesn't ask us to wank our love for others。咁其實呢樣嘢好明顯啦，就係批評緊曼斯有關啦呢個移民政策觀點嘅。但無論佢政治立場如何啦，大家都十分關注佢擔任今次教宗究竟會係有啲咩嘅表現。雖然佢一定程度係會繼承方濟各嘅改革路線，但有3件事絕對會惹火到爆。第一，佢係環保狂熱，佢曾經喺秘魯帶頭種植超過萬棵樹，又話氣候危機係人類傲慢嘅惡果，仲計劃聯手聯合國搞全球減碳峰會。第二，佢係移民守護神。秘魯嘅委內瑞拉難民曾經講過，佢試過親自煮飯派俾新移民，仲逼嗰啲政府加快批准呢個庇護。第3點就真係大鑊啦，佢2016年就反對秘魯學校教呢個性別教育，又話媒體美化同性家庭會威脅傳統價值。LGBTQ 團體已經話要抗議，睇嚟教會嘅內部進步同埋保守大戰係有排燒喎。今次教宗選舉仲快過你去旅行2日就搞掂，點解？原來80% 嘅投票書機都係方濟各親自任命，佢哋清一色就撐呢個改革派，仲要專登揀一啲有拉丁美洲背景嘅人。梁14世雖然係美國籍，但喺秘魯浸足30年，完全符合非歐裔加貼地牧者嘅條件。不過有書機就爆料話佢曾經就捲入性侵包庇醜聞。2000年就批准一個被停職嘅神父住喺小學隔離，後來先被調走。雖然教區咧就死口否認，但呢壇嘢咧隨時就變成佢嘅政治炸彈。講到尾，梁14世其實都係一個有一定程度爭議嘅人。咁佢最大難題或許就係面對今時今日嘅俄烏戰爭、氣候災難、LGBTQ 等等議題之間要取到個平衡。
咁佢嘅 X 帳號已經有400幾個貼文啦，試過狂咁鬧特朗普拆散移民家庭，連而家嘅副總統曼斯都鬧。咁呢種嘅網紅教宗作風，究竟會唔會令到梵蒂岡變身呢個社運基地？留言話我知你點睇。如果想知道更多教宗嘅秘聞，記得訂閱阿渣頻道，撳埋側邊嘅鐘仔。多謝各位。